賽提二世王權坐像在入口處威嚴又壯觀，展間內的水波紋光影加上流水聲，仿佛置身在尼羅河。奇美博物館2026年首度與大英博物館合作，推出埃及之王法老特展，內容包括珠寶、陪葬品、石雕、棺木到文書信件，一應俱全。逛完就像看完法老的一生，保證而且絕對的讓您感到驚嘆，而且好奇，而且非常非常的感動。那這個感動呢，不見得一定要出國或者來奇美就可以看到。當中有高度將近2.5公尺，寬超過3公尺，用18片石塊組合的烏里倫普塔木式祭堂牆面，還有距今4712年的沙納赫特國王擊殺敵人浮雕。展覽分成7大主題，以王權視角，從法老如何被視為神派來的人，一直到如何治理國家，最後追求永生之路。總共有280件作品，幾乎99%都是第一次來到台灣。法老本身有非常多重的身份角色，我們透過他的這一些職責，去探討影響古埃及3000年文明的這個龐大帝國的各式各樣的，不管是政策、建築以及外交文化關係。At the British Museum, we're really trying to focus more on people and getting people's voices from the ancient worlds to come forward. So when we developed this exhibition, we wanted to look at the strength of our collection, which really highlighted the pharaoh himself or herself, and get a chance to understand who the person was behind the double crown. 展覽更啟用全新的 VR 體驗，穿越時空，走進古夫金字塔內部，感受古埃及文明魅力。雖然展期長達1年時間，但15萬張預售票就被搶購一空。館方估計將有60萬人來朝聖，勢必帶動台南的觀光熱潮。記者車懷台南報道。